去睇龍船，叫話 T-shirt 半路了見，小仙子囉囉圈，雲入面氹氹轉，然後決斷，要變作人物揮劍，雲入面氹氹轉，然後決斷。做咩隻手啊？好酸痛嘅手，梗係平時咁少訓練，依家咁大強度，肯定手痛啦。嗰啲冇啊。嗱，醒你啦！依家後腎背脊鐵，我哋平時訓練攰個頭都會貼一貼㗎。一盒入面有4貼，主要成分有我哋嘅烏藥、大黃、杜仲、紅花，仲有巴戟天、艾葉提取物，有效緩解肌肉關節酸痛，仲有脊椎僵硬、高彈力膠布，唔會勒住啲肉，而且輕薄透氣。360度任意拉伸不緊繃，意思不留痕。模擬3號天曬背養生原理，邊貼邊養生。